Hello，大家好，好耐咧就冇放視頻啦。咁今次咧就為自己宣傳一下，我正咧剛剛就翻咗嚟，大概2日到啦。今日第2日，咁我咧就係去完梧州咧，呢個評呢個係綠寶茶嘅失蒸茶王。咁評完啦，哇飲咗成日，由朝頭早8點半就飲到差唔多下晝5點幾，咁評出一個茶王出嚟，咁功成身退啦。咁趕翻嚟，點解呢？因為呢，我要努力做好咗聽日11月16號，我喺中央圖書館有一個講座。咁呢個講座呢，其實呢已經係佢哋 book 咗我呢差唔多接近成年啦。因為圖書館呢，通常呢係起碼最低限度呢都準備咗大半年嘅一啲嘅項目。咁直至到咁啱啱咁好忙啊，咁所以呢，你知啦，人梗係要趕到尾啦，咁盡量將最好嘅俾大家。咁今次呢，我個主題呢就會係講呢個暢談香港100年茶文化嘅光輝歲月，咁樣呢，就同大家呢溫故知新傾下偈。咁希望呢，多啲邀請喺呢度，邀請多啲嘅朋友。聽日中央圖書館2點30分到4點30分，我歡迎你過嚟同我一齊分享我哋香港嘅茶文化嘅歷史，咁一齊暢談。聽日見。